在議員陳怡貞、陳秋平等人的陪同之下，市長初選勝利的立委陳廷輝，20號到台南市議會拜會議長區里里、副議長林志典，雙方在議長室進行45分鐘會談。議員呢，我有親自打了電話跟他們拜託。那我相信，我們對於每一個人，我們都會親自來傾聽。有意願要的就一起來啊，沒有預設立場。現在這邊不錯啊，大家都這個敞開心胸吼，這個高談闊論。當中，民進黨團祭出3點協議，第1點寫到要求陳廷輝切斷甲郭信良的關係；第2，未當輔選國民黨其他黨，甚至曾經批判攻擊民進黨的無黨議員候選人。最後是大選了後的正副議長選舉，一定要尊重支持黨團推出的正副議長候選人。感到蠻遺憾的啦，就是他在上面內容可能他就只有答應在黨團制度裡面的部分產生議長這樣子。他也是非常誠意哈來拜訪，那麼很遺憾是說沒有完全達成共識啦。在連署書頂懸總共有23人簽名，攏是原本挺林俊憲的議員，其他現場挺陳廷輝的議員嘛攏有看過，也毋過無簽名。這屆會談留下遺憾。不過陳廷輝27號將會拜訪市長黃偉綽，希望做通靠角色，團結民進黨，贏得2026大選。台南新聞楊順懷、杜世宏採訪報道。